咧读册时吼，阮老师哦，伊就来问阮一个问题，大家未来想要做啥呢？哦，啊，我迄阵哦对诗人这个职业哦，这个职业真有兴趣哦。老师，我大汉了后想要做一个诗人啦。啊，老师迄阵哦，伊就用迄种真调皮哦，充满关怀的眼神，掠我金上哦，伊就讲，天雄啊，你还可以遐尔少年，为什么还做一个诗人呢？老师啊。你爱知影哦，这个世间有真侪死也未读好头的人，敢称做也未死头的人，因定定会来找阮这种已经死头的人哦，对阮不离尊敬的哦。啊，阮什么代志都唔免做哦，敢若死伫遐就好，就会当趁足济这个金纸回来，这种日子真爽啊，敢毋是哦？啊，迄阵哦，我下课了后，就有一个同学哦，阿做，伊就来找我，所以阮迄阵哦，就成立一个诗社哦，号做敖诗囡仔，阮两个哦，讲真敖写诗人哦。啊，迄阵哦，阮定伫礼拜四的暗时7点到9点，拢会哦举办这个创作会。啊，这个时间就甲台语文社阮社团的时间一模一样啊！大家若是对台语有兴趣，对台文有兴趣，对诗有兴趣，对诗人有兴趣，对诗人有兴趣，拢会当来参加阮的社团。